各位朋友好，我係黃富堂，係個音樂人嚟嘅。雖然我講廣東話，但係一直搞唔清楚粵語嗰所謂九聲六調係點回事。咁啊，早兩日睇 YouTube 上睇到個視頻，咁啊講得非常之詳細，又有例子，又有嗰個圖表嚟説明。我覺得佢做得非常好，可惜佢又冇講嗰個即係個製作人係邊個所以我都冇辦法，只係喺 YouTube 上睇到咁覺得對呢個人好佩服，咁又對我好有啟發。咁個啟發喺邊度呢？我覺得佢雖然講得好詳細同埋好有道理，但係好似將呢件嘢整得太複雜同埋唔容易記啊！咁我一世人都好中意將嗰啲複雜嘅整簡單同埋整得佢易記啲嘅。咁我試一試下用我呢個音樂嗰啲唱名嚟表達，睇下會唔會對各位有啲幫助嚇。嗱，我列咗一個最簡單嘅所謂粵語六聲咧，就係時、事、時、事、時、詩。咁如果用呢個唱名嚟表達咧，就好清楚嘅。來咪發嗦啦西西西西西西西或者你改個唱名咧，嗰啲嗦啦西哆來咪，咁即係好合，咁而且係從低到高又比較邏輯性比較強，又好容易記咁呢個就係所謂粵語六聲啦。咁仲有所謂九聲係點嚟嘅？咁加三個入聲字咧，就係息、攝、竊咁呢個我第一次先搞清楚原來嘅入聲字係咁樣嚟嘅。咁佢呢個就係借助嗰啲羅馬拼音還是漢語拼音我就唔知道啦。咁息就係 sick， 攝就係 sip， 竊就係 sit， 咁都有好有道理。咁我自己其實覺得呢個粵語六聲咧，可能都係大而化之咗啲咁多，其實係可以再細啲咧，即係將佢變成粵語七聲嘅。咁佢多出咗個一聲咧，就係呢個字啦。時時時時時時或者來咪發生發嗦啦西咁樣咧就更加細啦。咁從呢度咧又或者可以得出一個結論，就係點解嗰啲粵語同音樂咁接近咧？即係結合得非常密咧，就係因為呢個佢每一個字一定係嗰個音，如果你變咗個音，個字嘅意思就變晒。而且如果從呢個咁樣嘅整出嚟個樂理上嗰度咧，佢就唔係一個完全自然音階，而係中間有個變化音，嗰個所謂三級音，來咪發可以係還原法，可以係還原法，可以係升法，咁就即係變咗係多出一個音出嚟。所以其實如果講音調轉調嘅豐富咧，粵語係提供咗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可能性喺度嘅。咁我呢啲係叫做野人獻報，提供俾各位有興趣嘅朋友參考啊。多謝。